喺心理學上面嚟講，焦慮 anxiety 同埋恐懼 fear 係兩樣唔同嘅嘢嚟㗎。恐懼係當你見到一隻獅子喺你面前嘅時候，你會驚啊，呢個叫做恐懼。焦慮係方圓10里一隻獅子都冇，但係你會不停幻想，如果有一隻獅子衝埋嚟咬我，咁點算啊？古時候啲人咧好擔心，好驚聽日後日冇嘢食，生存唔到，好快就死啦，咁點算？所以大腦天生就會傾向將嗰啲嘢向壞嗰個方向諗。現今社會有研究做過一個好出名嘅統計，人類焦慮緊嘅嘢裏面啊，有超過90% 嘅嘢最後根本冇發生過，而剩低落嚟嗰10% 發生咗嘅事，大部分都係有方法可以解決噶。亦即係話我哋曾經因為某一啲事焦慮過而痛哭流淚過，或者係失眠嘅夜晚，有90%以上都係我哋自己嘅大腦喺度諗多咗嚟折磨我哋自己啊。